我哋睇下打鼓嶺嗰單嘢，就狗咬死人喎。咁仲要呢個死者係嗰度嘅一個狗酒店，就唔係話狗場嘅統稱啦，狗酒店同埋係犬隻訓練中心。咁佢係33歲嘅，話就話呢有10年嘅純犬經驗喎。但係你33歲，即係你我20歲就開始純啦，係嘛？咁坊間亦都有傳呢，佢就冇任何嘅純犬資格嘅。嗱，就暫未發現女持牌人有和純犬相關的專業資格㗎。咁啊，去到凌晨啦，警方通宵調查㗎。咁嗰度呢係一間叫狗酒店啦。咁啊，無界限寵物酒店犬隻訓練中心。咁啊，標榜呢就好多嘢嘅，又大又盛啦。咁但係另一邊呢，更加之恐怖就係5日啊，發生5宗傷人以至咬死人和狗嘅一個新聞。哇！咁即係啲人話嗰啲動物友，即係愛護動物友仔啊，又出嚟講句嘢喎。啲人急急咧召喚阿 Ken， 喂，係咪快啲收留晒嗰啲嘢喎？係嘛？呢隻呢就話唐狗，咁啊施襲咗1分鐘，但係啲人呢研究翻，佢未必係唐狗喎，可能係啲鬥牛筋啊。好恐怖噶，呢啲混種嚟噶。話就話混種唐狗，而家初步啫。話個晶片嘅資料顯示，但係似乎係呢個就係嗰隻狗嚟噶。如果係呢隻都幾恐怖喎，混種喎。我就話嗰啲愛護動物永遠係罪惡嘅狗呢，都好似左邊嗰隻咁純良係嘛，但係實際兇殘起上嚟，咪就係中間呢隻咁樣咯。佢真係連主人都噬啊！咁就話帶咗佢出去，即係離開咗狗籠喺個空地，即係佢有個狗場個空地嗰度餵飼啫嘛。咁餵完呢，想放翻入狗籠，咁啊掙扎抗拒，咁雙方呢糾纏啊，人狗。咁結果呢，呢隻狗就施襲，然後咬死㗎1分鐘啊！仲要呢噬落啲嗰啲要害嗰度喎，你唔好以為即係，所以就話養狼狗咬心口啊！呢啲咁大隻噶，1.5歲未絕育添啊！話未絕育更加之暴躁噶，尤其是熱天。所以呢，點解咁多狗施襲啊？最近係嘛？係咪太熱到病啊？啲狗真係請幫幫我，我住喺車場要收地，主人希望我有個好歸宿。話邊個夠膽養呢啲狗啊，大佬？其實點解係都要養呢啲狗呢？真係好唔明。香港根本適合養咩？你唔係住嗰啲獨立屋都冇乜必要養呢啲狗啦。你本身都冇乜地方俾佢哋跑動，同埋而家咁鬼熱，話又仲你韞去個鐵籠。如果你話隻狗真係有性，大佬喂，而家咁熱，你仲韞我個籠度嘛？你俾我自己跑下啦，咁可能就扭計啊！大家真係警方呢就翻查閉路呢，就係女狗主喺呢個狗舍旁邊呢，就草地位置呢頭呢，就寄養唐狗，佢係咁樣稱呼嚇，咁似乎呢係嗰啲鬥牛嚟嘅，或者比特犬啊，都幾恐怖噶。呢啲係格鬥類噶，呢啲被列為。咁仲有呢，施襲咗1分鐘，咁噬落去呢，噬落呢啲位，同嗰隻拉里一樣，一擔就擔落呢啲位。你話佢哋冇性啊？佢哋個攻擊有自己一個本能天性，即係識得噬嗰啲位㗎。你都唔好以為佢識得揀，即係又點解佢又會識得噬落呢度呢？係嘛？咁佢都會揾個位咬噶嘛。咁你咬手係嘛？佢都要咬到噶嘛？你咬呢度唔咬咩呢？咬唔到嘅，咬個身體係嘛？咁你係咬個手呢度亦都係啦，咁所以就比較容易啲攻擊嘅位喎。唉，真係咁就咬咗1分鐘，有膊頭啦，其中好多處都受傷噶啦。佢都真係頭、下顎、頸部、雙臂係咯，手臂嗰啲。咁有撕裂嘅傷痕同埋動物嘅咬痕，就
結果咁樣唔肯返入個狗籠，咁就拜拜啦。嗱，而家呢5日就5宗，一個人啦，一隻貓，兩隻狗，兩個人。嗱，一個人死咗，兩隻狗死亡，又有一隻貓都死亡，咁就有2個人受傷。嗰個好彩醒目咋，渣甸山嗰個，亦都幸好就冇小朋友咋，如果否則就更嚴重嘅傷害分分鐘。咁而家就即係拉你都未完結啊件事。咁呢邊呢，打鼓嶺又有一隻，都唔知叫咩名添。咁佢係標榜呢，佢嗰個地方就話咩4500尺大草地，你計埋出邊啊，係嘛？各項訓練設施，1000尺室內家居佈置，嗱1000尺係真嘅，過萬尺狗狗樂園，哇咁犀利！咁啊，各項訓練啦，3.5米乘9米嘅真泳池，咁有專業訓練，亦都咧可以為啲狗隻咧身心平衡。咁啊，犬隻寄宿訓練、犬隻社交課程、犬隻上門訓練，哇咁多服務。寵物寄宿日託服務，管理員自己有10年犬隻訓練經驗，又係自稱20年動物義工經驗，超過200隻狗狗學生，98% 5星好評。哇！呢啲都係宣傳噶啦，有時宣傳呢真係唔好宣傳得太誇張。不過冇嘅，做生意就係嘛，你寧願誇張啲，呃到啲比較傻傻地嘅就信以為真啦。佢嗰啲咩98% 5星好評呢，其實單單佢最尾呢粒字就已經全部都唔使信噶啦。上邊太明顯啦，呢啲98%，即係嗱，我唔係100噶，我都有缺陷噶，我仲有2% 嘅改善空間，但係有乜可能會98% 啦？任何嘅好評都唔會有去到咁高。然後就話嗱，嗰句真係全部10年犬隻訓練經驗呢，20年動物義工經驗係嘛？佢話自己有啊，哇！咁你33歲，佢話管理員有，管理員就唔知邊啲啦。嘛，你20年動物義工經驗，咁你如果冇40歲都好難講得通喎。佢而家呢個人啊33歲，哇！咁你13歲做義工，咁嗰啲又計埋落去啊，即係僆仔時候、僆妹時候係嘛？10年犬隻訓練經驗係點樣為之10年先？即係大佬係嘛？有冇真係考嗰啲美國嗰啲犬隻牌啊？咁呢啲就係又一個悲劇啦，胡亂咁信咗呢啲嗱。咁呢度荒山野嶺嘅，即係都好大鑊。其實嗱，類似啦、參考啦嗰啲狗場，咁之前都睇到一單呢，就係被釘牌又拉嘅嗰啲負責人。咁唔知係咪呢間啊？咁當然啦，元朗就好多啦。佢呢度就亦都係打鼓嶺嘅。咁啊，睇到好多嗰啲狗場啦。總之，啲荒山野嶺話最適合噶啦，嘈又冇人嘈到。咁但係呢，真係都幾多係違規噶。其實話拉過啲人噶，虐狗啊嗰啲咁樣。嗱，呢啲就勁啦，呢隻鬥牛筋嗱3隻係嘛，即係主人眼中就左邊。嘛，嗰啲動物撚啊，啲人話啲動物友就係話左邊永遠佢眼中就係左邊最順良，係嘛？咁然後一般人就會覺得係右邊，咁然後呢，正式嚟講呢，真實嘅狀況就係中間呢隻。哇！你都咪話有啲似㗎，佢呢隻係有啲似㗎。呢隻啊，啲人就話呢隻係嗰隻混種唐狗喎，所謂係嘛？話即係打雜種咁樣啊！嗱咁啊，幾恐怖啊！話嗰啲牙就咁樣噬落嚟，就嗰啲咬合力好勁啊！呢隻呢就唔係嘅，呢隻就俾大家睇下嗰啲狗場附近咯，都係雜亂無章噶啦。佢其實嗰度咁嗱，呢度就係咁樣。咁然後呢隻啦，
哇！呢隻就係應該係施襲嗰隻狗仔就係同一隻嘅。哇！呢個幾恐怖啊！嗱，咁啊，閉路電視見到呢人狗就喺度糾纏在一起，咁女事主又不斷掙扎啦，但係可惜逃唔過去呢個咬口啊！哎呀，咁呢人犬一同離開咗狗舍，話其後跟住冇辦法啦，可能即係揞住咁樣諗住去求救啦，點知去到另一個位置就倒地咯。咁啊，伏屍草地，後來俾其他人發現啫嘛。咁啊，身體咧多處受傷，真係恐怖，即係可以咬死人嘅。其實一直都有啲新聞噶啦，只不過未有 Yoho 嗰單嘢咧，大家就冇乜點關注，亦都咧輕視咗啲嘢咯。咁佢入邊咧仲有6隻其他狗嘅，就入咗籠噶啦，係嘛？係咪而家即係個個上網睇下啲純犬屍點純犬咁啊當識咧？喂，好大學問噶喎，大佬，呢啲真係要考牌，要真係去學咯。你要有人真係傳授嗰啲心得，唔係乜都可以上網學到嘅。即係咁啊，一次啦，你諗下，一次個代價咁大喎。咁啊，現場係一間話持牌嘅寵物酒店，但係網上又話呢間可能未必係持牌嘅喎。咁姑且呢，我哋信翻官方嘅說法先啦。如果真係揭發到係一間非持牌，再講咯。咁嗱，就犬隻訓練中心就1月開始營業嘅。咁啊，閉路電視見到女事主呢，下午2點就草地餵完呢隻唐狗之後呢，諗住放翻入籠就唔願意啊。咁結果呢，搞下就施襲啦。有時你諗住喝得掂佢係嘛，佢就係唔受喝。你有冇計漏咗一樣嘢？就係而家咁鬼熱係嘛？熱到咁，你仲韞我入籠？我真係同你洗過啦，大佬。咁可惜啦，即係全身都傷晒。咁呢隻呢，就1歲雄性，1.5米長，哇，好鬼大隻噶，1米高，又係嗰啲好恐怖級別。咁啊，30公斤重。咁8月11呢，狗義工帶到上址寄養嘅，咁啊希望咧等待有心人就嚟領養嘅。咁而家咧就法醫愛護動物協會、漁護署、勞工處咧都協助緊調查噶啦。咁由於咧警方都認為嘅案情係嚴重嘅，咁所以咧就即係要全面調查，重案組介入啊，邊界警區，咁咧睇下有冇違規啦，有冇啲咩疏忽嘅地方。咁希望咧還原到事實真相，為死者咧討回翻一個公道，幫死者討回翻個公道啦，真係要。嗱，大家就話咧呢啲係比特犬嚟嘅，比特鬥牛筋。咁咧官方就話根據個晶片，就係佢會覺得係混種唐狗喎。警方根據晶片發布其初步資料，但係網上流傳呢係嗰啲惡霸犬嚟嘅。咁啊，香港01亦都向漁護署呢正在確認緊個品種嘅。咁如果我睇到最新資料，可能喺留言置翻頂留言板嗰度。咁呢啲呢係格鬥犬隻嚟㗎，其實係有嚴格嘅一個規定嘅。咁總之呢，都係煩噶啦。你養呢啲咁大嘅狗，嗱呢隻其實有啲似噶。嗱，你留意呢個相，同呢隻狗係呢類嘢嚟嘅，係佢個樣係有啲可能呢類比特呢，呢啲 pit 啊，就混咗啲唐狗咯，可能，但係就係仲大鑊啊！你咁樣混嚟混去。溝嚟溝去仲大鑊啊！溝到垃雜雜啦，真係嗱。漁護署呢3年嚟啊，人道處理咗1183隻噶啦狗啊，咁亦都呢狗隻襲擊係檢控咗679宗。你仲話啲狗乖啊，係嘛？好隻隻都好純良啊，喺豬人眼中，又黐人唔會襲擊人啊。大家就
係咁喺呢單打鼓嶺呢，召喚嗰個咩美容師啦，召喚嗰個阿 Ken 啦，召喚無手啦，咁係咁挑機啲動物友啦，係嘛？愛護動物友啊，其實佢哋係話動物撚，嗰啲動物撚出聲未嚇？即係唔會咬人咯，大佬。其實當日嗰隻拉你話佢唔會咬人，你點話得埋啊？係嘛？咪最好咪你自己領翻去養咯。仲要話而家坊間有個説法啊，即係就係針對阿 Ken 講嘅，就話咩轉讓咗4個人，我哋再報啦。今日好多狗片啊，即係嗰隻拉你轉讓咗4次啊嘛。然後坊間有個觀點話你嗰啲傳媒轉述嘅時候有冇 fact check 啊？咁不過呢，轉述嗰個真係一個當事人講嘛，係嘛？咁有咩就你又怪責佢啦，係嘛？即係如果有咩依郁，咁啲人話係咪轉手4次都好難講，因為佢噏嘅啫，個伍先生講俾個阿 Ken 聽，阿 Ken 係轉述俾傳媒報章知道，咁所以究竟係點樣養翻嚟都係成問題。有人督爆咗個伍先生呢，佢係喺車房瞓嘅，咪同我分析一致吻合咯。佢根本都冇乜點餵隻狗啊，自己又冇乜點翻嚟，係嘛？咁好大機會就係餓到病啦，熱到暈暈沌沌。咁佢咪非要走出不可咯？其實就係咁啫嘛，就係咁啦。係咁，其實根本3年就有679宗襲擊嘅檢控嘅，係檢控喎，係嘛？冇檢控即係會更多，即係最少有679次係襲擊噶啦，而且係更多一定。咁全港呢29隻格鬥犬嘅狗牌。咁呢啲呢，一定要係絕育咗佢嘅，唔可以俾佢交配噶啦。咁同埋要攞牌咯。已知危險狗隻有18隻啊！咁而家夾埋呢拉你加入咗落去未呢？係嘛？咁呢啲一經呢，就係定罪，就可以罰25,000，監禁3年。咁啲人話如果咬親啲細路，你要罰個狗主3個月啊！sorry 啊，3個月 ，sorry，我哋又想3年啦，罰款25,000，監禁3個月。啲人話3個月有屁用咩？如果認埋罪係2個月，入去當度假，隻狗收咗佢冇乜代價噶，然後賠25,000，只不過呢，你可以民事索償 claim 到去傻破產都得。如果你夠薑嘅，係嘛，揾阿林律師出場，咁索翻去100幾200萬都得，係嘛？咁就好多啊！提出258宗、215宗、206宗，過去3年提出嘅檢控就襲擊人同動物，即係每年200幾宗。2023就去到258， 2025少翻啲，就206，都好大數目喎。呢個真係每年人道處理嘅狗隻數目呢300幾隻。24年就436隻，25年呢就375隻，咁就1000幾隻係人道咗，冇辦法啦，呢啲真係嘛？咁今集就嚟到先啦，即係有咩補充就下邊留言啦嚇，咁記得呢撳個訂閱支持喎。